唔知睇緊呢條片嘅大家咧，有冇試過私密處不適？例如係嚟緊 period 嘅時候啦，又或者嗰排少飲水啦，甚至係被細菌感染到。我自己一直咧都有做開一啲私密處嘅護理。最近咧我就有試呢個 Femi Pro 私密妥佢哋兩款嘅 product 啦，長效正本膠囊。呢個咧係內服嘅，佢入邊咧係有蔓越莓嘅成分嘅。咁蔓越莓呢個成分咧就係本來可以抑制到白色念珠菌。私密處無論有痛啊、痕啊、分泌物過多等等嘅問題咧，都可以食佢去解決啦。食完佢之後咧，一日之內咧已經可以減少到細菌嘅滋生噶啦。最緊要咧，始終佢呢啲都係內服啦，佢咧係無添加啦、無藥性啦，亦都冇嗰啲咩激素防腐劑呢啲嘅，係絕對可以放心食用。時間咧佢都可以做到一個預防嘅作用啦，即係可以預防一啲念珠菌感染啊，或者發炎等等嘅問題嘅。其實咧我自己咧就會當佢係一個日常嘅 supplement 咁樣去食啦，每日都會食嘅。佢同系列咧就仲有呢一支抑菌舒緩噴霧，係可以做到一個即時舒緩痕癢又或者刺痛問題。除此之外咧，佢甚至咧係可以做到少少 skin care 啊護理類嘅感覺啊，因為咧佢入邊咧仲添加咗一啲美白啦，同埋一啲緊緻成分喺度，以改善到私密部位一啲暗沉啊、黑色素啊，又或者乾燥敏感等等嘅問題咧。如果你係 period 期間用咧，就將佢咧噴喺 M 巾上面，沖完涼之後啦，又或者去完廁所之後用嘅話，就可以直接咧落去個噴頭咧噴2-3下喺私密處嘅地方啦。佢個噴頭咧係360度都可以噴，所以唔使話刻意點樣自己就嚟噴，好似好唔方便咁樣。同埋呢支噴霧咧，我個人覺得 period 嚟嘅時候咧都超級適合用啦。尤其是夏天咧，會有啲好焗嘅感覺，有種好悶熱嘅感覺，有少少唔舒服嘅，跟住私密處，跟住咧我就會落佢出嚟噴，係即時咧舒緩到嗰種好唔舒服嘅感覺。傢俬係超級細，即係好似呢啲普通嘅手袋係綽綽有餘嘅，係雖然係合作咁，但係咧我自己收到之後呢個真係有好好地咁樣去用嘅產品嚟嘅。大家喺萬寧啦就會揾到佢哋嘅 product。